今次展覽嘅主題係海通鏡鑑16到19世紀中葡文化交流展。展覽其中包括有3個單元，第一個單元呢係詞路初開，第二個單元呢係詞上交融，第3個單元呢係宮廷對話。展品薈萃嚟自故宮博物院、葡萄牙文博機構同澳門文化局嘅177件土珍藏，系統呈現16至19世紀中國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同葡萄牙建立嘅深厚貿易與文化聯繫，展現清代宮廷同葡萄牙皇室之間嘅友好往來，彰顯澳門喺中葡交流中嘅重要橋梁角色。呢件展品咧係澳門藝術博物館嘅藏品嚟嘅，咁佢係響澳門明朝時候北灣嗰個地方發現嘅。最大嘅特色咧，佢係海水缸泥農民嘅紋飾啦，咁呢個係明代官窯瓷嘅最重要嘅特色嚟嘅，咁所以可以證明咧呢件係一件官窯瓷器嘅標本嚟噶啦。呢件畫法郎80開光提梁壺咧係一件好重要嘅珍貴文物嚟嘅。佢本身嚟講咧，融合咗中西方裏面嘅工藝啦。咁好似珐琅咧係用西方傳入噶啦，金色個部分咧係一啲鎏金，係戰國時候已經有嘅工藝嚟噶啦。特別咧佢裏面畫嘅書畫啦，咁有山水同花鳥啦，係乾隆皇帝曾經過問嘅。咁得到皇帝過問嘅一個展品咧係好難得嘅。目前為止有2件嘅啫。咁就2件都存喺故宮博物院。咁呢件展品嚟講呢，而家已經係國家定為1級文物嘅甲等㗎啦。喺今次展覽嘅籌備工作，故宮博物院提供咗珍貴嘅宮廷文物，葡萄牙各個博物館貢獻咗獨特嘅歐洲視覺藏品，而澳門文化局則致力於將本地歷史脈絡融入展覽敘事。盧大成期待觀眾喺展覽中感受到東西方文明交融嘅深遠魅力，共同見證澳門喺呢段歷史中嘅獨特貢獻。呢個展覽嘅展品呢，係完全可以體現到16到19世紀中葡文化交流嘅內容，係非常之珍貴，係好值得大家參觀嘅。歡迎大家到澳門藝術博物館參觀。